完了，这雪完了，太大了，门都给堵上了。这下一晚上，啥也找不着了，我藏的羊头啥的都找不着了。这雪太大了，朋友们，看这雪多大！昨天藏点东西都找不着了。哎呦我的，这个方位我的墙在这儿呢。完了，啊，妈呀，不吃不行了，羊头都要冻死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先把羊头处理一下，然后出去扫雪。要持续这么大的雪头，我们进屋也费劲了。张嘴巴！哎呀我的妈！这挂钩给它拆开。不张嘴不行。张开你的大嘴巴！哎呀，来朋友们，我们的羊头下巴跟头分开了啊，然后下锅煮。羊头里面放点葱。哎呦，盖上锅的盖。哈，狗子都没地方待了。哎呦我去！没想过这雪能这么大呀！朋友们，我现在在的地方是内蒙古呼伦贝尔的鄂温克旗悉尼河西苏木。现在看着我们这漫天的大雪，已经看不见路了啊！能见度1公里有没有？也就1公里。在草原上生活，你必须得适应这个环境。加油，加油！来，朋友们，羊头煮好了。哎呀妈，外面是漫天大雪呀！来一个十字花，从头到尾，十全十美。羊耳朵好吃啊，朋友们。全是胶原蛋白，真的就好吃。回头啊，这吃完，我的脸都圆圆的、亮亮的呀！啊，朋友们，外面下了老大的雪了，朋友们。但是大龙哥在蒙古包里面吃羊头，祝大家身体快乐，好好的过一个冬天啊，朋友们，祝大家身体健康。